美国司法部公布要甲12个中国人起诉，这个人涉嫌攻击美国、台湾等等国家的政府机构，其中包括2个中国公安部的官员、上海爱顺公司8个员工，还有中国海客组织的2个成员。这12个人当中，都有10个去互 FBI 通缉，赏金上悬是1000万美金。在美国 FBI 网站顶悬直接登12个有中国公民身份民众的头像，因为因涉嫌偷摕美国企业和个人的数据，而且未予中国政府和其他的买家，包括台湾外交部、南韩、泰国、印尼等等真侪亚洲国家的政府机构，拢是因攻击的目标。中国网络害公行为令国际社会不齿，外交部将持续和理念相近国家合作，并强化资安协作联防机制，共同抵抗威权主义网络害公行径。安顺珠新捌伫2024年2月中，因为公司内部的文件伫网络红标出来，内容显示讲，这个公司是帮助中国政府在做骇客的攻击，而且继续是资源公司对全球进行网络的间谍活动。这代志曝光了后，引起国际的关注。美国司法部初五宣布讲，起诉2个中国公安部的官员和上海安顺珠新的8个员工，和中国骇客组织 APT27的2个成员，讲到因毋若是发动骇客攻击，佮打压异议人士，佮提出上悬1000万美金的奖金要掠因。专家分析，因正明显是国家级的骇客，有中国伫后壁甲因支持，还有政府爱较紧来部署零信任结构。身份，然后跟设备，然后还有传输的资料跟网络的行为，就产出了第3个叫这个信任推断，防范说到底是不是可能有骇客的攻击，或者是不是电脑之间有互相攻击的行为。专家分析，国家级的骇客嘛会透过一站一站的关系，去找倒位有芳会当突破。比如讲，对中央政府采购案的协力厂商迄边动手，甚至是厂商的厂商等等，各较远的合作关系的对象，找出会当入侵的弱点，再一步一步对核心单位来攻击，做好零信任结构。除了有机会替治安设安全的断点，嘛对回推侦查更较有利。建议政府强化治安事件，找出威胁源头的部分，降低治安事件发生的机会。记者综合报道。